走進廚房，可以看到整面牆貼滿感謝狀，算一算超過200多張，甚至只是冰山一角。對林承偉而言，這些不是榮耀的展示，而是一份責任。深耕台南地方的阿蓮牛肉湯，除了以鮮美湯頭與新鮮牛肉吸引饕客，近年更積極投入公益，取之社會回歸社會嘛，就想說在這邊。就賣牛肉湯哦，就是有小賺錢，也想要回饋給這些就是中低收入戶啊，或者是教養院的人，還是獨居老人啊這些啊。目前阿蓮牛肉湯與全台多家社福機構建立合作，持續提供愛心肉品資源，減輕照護機構負擔。多年累積下來，已經超過100萬元。團隊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捐贈，一天大約協助9戶有需要的家庭或單位。我喜歡他做這個公益，我一直推廣他，你一定要一直做那個公益下去。我最為他遺傲就是他公益做得真的好棒。林承偉投入公益的想法來自母親的教育，經營事業逐漸穩定後，將企業力量回饋社會。未來將持續結合更多社會資源，把公益行動延伸到更多需要幫助的地方，讓一碗牛肉湯不止暖胃，也能溫暖人心。記者陳懷談的報道。